一枝獨秀大熱門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黃衫就係呢隻不可擋噶啦。外欄有呢隻藍雀爺都快喎，紅帽大約2、3位嘅馬啦，仲有拉合爾啦，中間起行係藍衫啦，團結勇士啦，中檔位置嘅，最入係村民達月啊，後啲嘅馬就文武全能啊，拍住嗰隻魅力星啊，再入邊嘅馬就手盡啊，後邊5匹馬啦，有赤霞啦，最好玩係紅色頭罩大約尾4嘅，6、3拍住佢仲有東方福寶啊，出閘俾人挨咗咧，依家外欄尾，哎呀又撞添，冇林寶展啊，咁啊包咗落尾嘅馬黃金騎士嚟㗎。跑咗一半嘅路程啦，前面不可擋咧就放咗出嚟跑噶啦，咁啊緊隨其後噶嘛，有拉合爾啦，入邊啊團結勇士啦，外欄嗰邊仲有藍雀爺啊，後多層嘅馬咧仲有穿雲達月嗰啲，最後100零米啦，不可擋就唔多咯，埋邊團結勇士追緊佢，中間位置仲有呢隻拉合爾，最後50米不可擋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埋邊位置團結勇士接近終點不可擋，黃寶利又係擺咗喺前面度啦。第2名嘅馬呢係團結勇士，第3名呢就拉合爾，第4名相當近喎，有穿雲達月就黃帽嘅，外邊12號有藍雀爺需要影相啊！拉合爾最後50米不可擋，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埋邊位置團結勇士接近終點不可擋，黃寶利又翻嚟睇下第4名張相啦，近鏡藍衫大面箍嘅藍雀爺呢，就啱啱到線先，穿雲達月跑第5。個第4都俾人拋甩嘅。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1名呢，4號嘅不可擋啊，獨贏73蚊，位置20蚊。跑第2名10號團結勇士，我隔一隔呢，位置有87個半啊。跑第3名5號拉合爾，位置17個半。跑第4名係12號藍雀爺。連位4搭10派1344個半，位置 Q 4搭10派329蚊，4搭5係56蚊，5搭10派267蚊。二重彩4號10號派2713蚊，Q 位4搭101344個半，單鐵4號5號10號2582蚊，睇埋3重彩啦。4號10號5號順序派17306蚊，55秒88啊，快過標準時間接近8線咁多，7線幾。擺前面啊，容易操控啲啦，由一放到底啦，不可擋。大熱門啊，意外重重啊！本身諗住咁啊，隔離最好玩啊，泵一泵佢呢，唔係喎，應該係出面起行啊，同埋東方福寶有少少。見到馬會主席啊，李子佑先生都落嚟拉頭馬啦，同埋阿陳顯利醫生，昔日天下為公嘅組合。前次都係用黃寶嚟嗰場翻嚟又唔多啊，今次一放到底。之前啲操練呢，有少少棘過功夫啦，同埋早段冇乜辣佢啦，放得舒服啲。同埋呢隻都係季內偉達少數喺田草嘅頭馬，最初就係幫黃寶嚟開齋啊，呢隻不可擋。我呢隻團結勇士前一仗跑直路賽呢，咁啊都追過第4噶啦，上次1000-2冇乜特別。咁又走翻近啦，終於都係拍翻660場次嗰堆馬啦，前前後後咁，你都覺得啊拉合爾都唔係好叻噶啦，咁佢入去都繼續上名啊，咁其實就係嗰組咯，660。4連環預計派彩4號、5號、10號、12號派14430蚊。4重彩嘅預計派彩啦，4號、10號、5號、12號順序派340435蚊。
出閘佢已經唔快㗎啦，咁但係不可擋啊挨挨，哇！東方福寶啊成隻抽起，跟住夾埋落去，武林寶典依家係包尾啦。咁啊不可擋啊擺咗喺前邊走先啦，咁啊跟住拉合爾啦、貼欄啊男爵爺，留意住隻起行啦，因為一陣呢，佢走規唔好嘅，跟住走埋上嚟團結勇士啦，同埋穿雲達月，咁啊紫衫呢，就係呢隻嘅魅力星啦，咁啊入邊就文武全能，咁啊最入嗰隻呢，就手進後邊就赤霞呢度啦，挨挨啦，咁啊見到嗰隻就武林寶典包尾就黃金騎士。咁啊，起行又唔知係咪受前面嗰隻魅力星又有少少擺嚟擺去影響啦。不過佢自己都走得唔係話好直㗎呢啲起行。嗰隻東方福寶同埋武林寶典啊，多得佢唔少。東方福寶之後，你睇下都好似都好難催策啦。見到阿田泰安，結果就係擺住喺前邊嗰啲馬就翻晒嚟啦，叫順風順水。頂場賽事都復榜完畢，派彩作神啊！